翻嚟新聞時間，喺北京，美國國務卿希拉里結束訪華行程。佢離開北京之前，到一間基督教堂做禮拜。有北京民眾就話覺得希拉里好親切。駐北京記者譚彩雲報道。喺北京基督教海定教堂呢一日嘅主日崇拜有啲唔同，因為美國國務卿希拉里亦都到教堂一齊參加崇拜。朝早大約9點15分，希拉里嘅車隊抵達教堂。教會嘅神職人員喺正門迎接佢。教會附近嘅保安明顯加強，大批民眾要由側門排隊等候進入教堂。美國駐華大使館話，由於係私人活動嘅關係，並冇安排傳媒入內採訪。崇拜大約喺1個鐘頭之後結束，希拉里坐車離開。有基督徒話，可以同希拉里一齊喺教堂嘅主樓參加崇拜，感覺好親切。很親切，挺好的。看着就像我們的朋友一樣，很親切。美國就是基督教國家嘛，他能夠到中國來，能夠來到我們這個教會，我覺得他挺不錯的。希拉里做完主日崇拜離開咗教堂之後，隨即就去到美國駐華大使館同非政府組織會面，之後就會離開北京，結束佢首次上任嘅亞洲4國之旅。亞洲電視駐北京記者譚楚雲報道。